馬太福音24:14節按樣講到，你天國嘅福音係傳出本全世界人啲做全世界嘅民族做一個見證，然後將到嘅嘅時間，咪意思攏總是咪對你。世間唔係騙錢啊！結家對結家咪相隨對戰厲害啊！是講唔啲然後變賣嘅情況。嗱，呢個上帝嘅福音係傳出本全世界民族和地做一個見證。呢個福音嗱傳出嚟啊，攏總然後得到呢個福音，因為喺福音嘅當中，要有一強嘅力量，有一權柄。這個權柄本人類要得救，來他相信呢個福音，佢個生命中得救，佢個靈魂得救。世間你喺度戰，呢世間可以有戰爭啊，但係自家有上帝嘅方面，自家揸門嘅個福音，自家得到呢強嘅力量，因為喺呢個福音嘅裡面有上帝嘅並能力支持攏眾人來他相信呢個福音得救，阿門。